thằng ấy cổ đấy tăng cho này啥讲啊，别叫过来啊。 Hello， 我係陳何小雪，不如兩沙糖。係咪我小食你下，糖嚟先啦。何小雪就係福音，哦，福音就係上帝。呢啊，喺福音嘅方面要得救，哦呀，福音都係主耶穌誕生。哦係，何小雪，哦係，因為耶穌嚟世間是世世世界，就係屬人類嘅罪。嚟撒相信佢撒得救，啊！我即係趁呢個何小雪不如用沙糖，啊！你何小雪都係福音，因為我要日真嘅信心，要強嘅信心對呢個福音，嚟撒相信佢撒，信任佢撒得救，係咪得救呢？一個靈得救，一個生命得救，一個肉體有嘅，係三倍你喺度得救，阿三你係。聽呢個福音嚟行，即刻就得到嘅恩典。因為呢個福音都係從上帝嘅嚟嘅，上帝能帶食有信心，佢能帶食嘅信心，一嚟一陣加強。上帝係啥？主耶穌啊，何小雪話，何小雪就係福音嘛，福音就係主耶穌話，佢嚟到世間，時間為了這間人類嘅錯，人類嘅罪。嚟撒相信佢撒得到呢個得救。哎，ที่เจ้ามูนี่啊，哎呀，反正嚟認識耶穌啦。哦，呢個罪裏信任耶穌係一救主，你心裏相信你耶穌係救主，你得救喺呢個福音嘅方面，呀，因為呢得救嘅東西啊，唔係自家單殺做嚟嘅，唔係自家單殺強滅嚟嘅，唔係自家單殺去潛嚟嘅，自家潛唔到一得救，因為窿中人世間你喺度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呀，所以呢一個師傅所說二條八節都樣講到，因為就透過上帝嘅恩典，自家得救。啊！一到五時用自家單殺用公器嘅，佢本自家免費嘅，呀免費佢得到咩便宜啊？因為自家冇本事做啊！一到係用單殺嘅上帝嘅單殺生命嚟到世間你時間嚟殺本事辦咧啊！即係耶穌就能辦呢個罪惡嘅方面呀！或者家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穌基督都係得到免費嘅，唔係自家單殺用公錢嚟嘅。做嘛？自家用信心去相信佢，信心去相信佢，耶穌係自家救主，耶穌係自家上帝，自家就得到呢一個得救，相信嗎？相信。啊，你啊自家嚟，我禱告祝福你兩位朋友，上帝祝福你平安快樂，永久一個信心，相信耶穌係你救主，你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你啊自家嚟咧禱告本窿中人要聽呢福音嘅，嚟晒要謙卑，打開一個心，信任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係一個上帝，你也得救，因為到呢一個得救，唔係自家單殺潛嚟嘅，唔係自家單殺強滅嚟嘅，就係上帝嘅恩典，佢做了本自家嚟晒相信佢晒，就得到呢得救，係耶穌基督嘅名我都感恩，我都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